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华航伫今日发生重大公安意外，飞行机维修员和起落架夹着送病院救无回来，这是华航5年来上严重意外，落检处被追究责任。昨下晡，新北深坑一间电子公司仓库发生火灾，这臭味倍感满世界，伫深坑的公司着人改居家上班，台南科大是提早下班。高雄的这个黄色阿比亚因透强风甲管气设备的电线插断去，害几只阿消防上紧今日就当恢复。华航伫今日发生重大公安意外，今早起有一名维修员伫咧执行飞行机起落架移除作业的时阵呢，却互这起落架夹着送病院，有关救无回来。通市路检处表示，这件案件是华航最近5年上严重的公安意外，会依照重大职业灾害追究责任。甲原本就报废的客机用封锁线围起来，路检员嘛伫边仔斟酌记录，要来了解事发迄当阵的状况。就伫日一早起11点外，华航爆出重大的公安意外。一个查甫维修员伫咧做报废客机起落架移除作业的时阵，起落架绝对顶悬起气夹着伊。虽然现场其他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甲伊救落来送病院，但是因为伤势过重，嘛是宣告死亡。发现事业单位在进行飞机起落降拆除作业时，因残压未确实泄压，导致作业过程中安全装置断裂。根据路检处的了解，这个意外是在做机械设备拆除的时阵，无确认设备的暂压甲唔确实摄压，则造成安全装置断去了后，起落架收起来，结果互维修员红叶条死亡，已经依法要求现场停工。对这前技师表示讲，民航机起落架收放要经过3200 psi 液压油的制动来进行，而且维修的过程中，驾驶舱和地面的维修人员互相之间一定要用无线电做甲上好的沟通。不管这架飞机是可飞的或是报废的飞机，你在做维修的时候，都是要遵章守法，按照 SOP 步骤来做。它当然也会有些 SOP， 比方说它可能会先有一个安全人员先去看看轮舱的周围，好，或者轮子的周围有没有障碍物，甚至有没有人员在现场。如果确定了没有之后，他们才会做这个液压的一个收起或者放下的测试动作。针对这摆意外，华航表示讲，修护员执行修护拆除作业的时阵意外受伤，经过随送病院了后，同款是宣告不治，因感觉是真危险，会全力帮助家属来处理所落来的代志和复述作业。伊嘛随开始调查，要厘清代志发生的原因。这嘛是华航伫最近5年以来上大的公安意外。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北市深坑有一间电子公司的仓库，昨下晡发生火灾。这仓库内面呢有放真侪电子产品，虽然暗头有甲火拍花，但是昨暗因为这扩散条件歹，湘北的民众规暗拢闻到臭味。民众也烦恼讲，这臭味会有致癌的物质带恶性，也因地方政府通知了较慢，爱大家关门窗户挂水暗，却引起民众的不满。联动仓库早起也来呈现，新北市消防局警官继续抓水。日下晡到2点外，位伫深坑的成都公司地下室着火。迄当时，消防局出动100台消防车200人去抢救。虽然火势尾仔6点半就拍花，也毋过暗时开始，四区位包括北市文山信义、新北中永和等地区民众拢闻着臭味，加顿早起也被散去。今早起来，才会闻到迄款足无好闻的味。发生火警的工作区内，也阁有护理之家照顾中者，伊刚表示有闻到臭味，也毋过尽管无方要求撤离。我们都是全部是门关紧了，窗户都关。日早暗，台北市消防环保局陆续接到民众进前，环保局收到97件6车来自文山区。文山区里长不满，代志发生了后，官方无任何通知，一直到早起7点半，才有信息爱大家关窗挂吹暗。我们看到整个市府的应变是非常有问题的，中间隔了整整15个小时，这15个小时去拟一个正式的回应新闻稿，让市民安心，有这么难吗？北市环保局澄清，稽查人员透明去定情的地点检测空品，除了固定测站，也阁搭配手压式机器，数字拢无超标，有害物质也拢无检出。民众对臭味较有感觉是因为界限带较低，强调有味无代表空品超标。那立总部相关浓度是每立方公尺50至60微克，还未达到法定应变底限。国家有一定的规定 SOP 嘛，但我们照这个来做嘛，像一氧化碳、硫化氢这些气体，甚至都还零啦，没有即时危害的这种空气污染物。
气象署也指出，20暗暝气象条件是吹东风，会防止下片的臭味，也毋过风速无强，造成扩散条件较差。离东北季风报道应该对改善有帮助。那明天东北季风增强之后，那风向改变，风力也会增强，预期也会改善一些。早起发生代志的程度有缘有离电池高烧起来风险，消防局继续抓水降温，倒位原因有待调查。另外，不少民众烦恼即摆的空污有致癌的戴奥辛。新北环保局强调，戴奥辛是挥发性有机物的一种，有特定生成的条件。不过，但是发生了后，地方所测到的挥发性有机物的浓度增加，通报排毒污染的几率。也不过，戴奥辛无法度当场检验，为了谨慎，已经做空气采样下送实验室分析。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深溪仔这电子公司的仓库发生火灾，臭味拢飞到新店中永和，也搁一个台北市的文山区。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去视察这火灾现场，也讲现场无检验出这戴奥辛。伫深溪仔金宝公司因为这空气歹，互员工伫厝内上班，也拿东南区代市宣布教职员提早下班。那也通知环保局哈，空气品质就更监测嘛。记者场视察，新北市长侯友宜听出干部，边仔消防人员继续抓水，互工厂降温。新北深溪一座工厂20团出火警，大火烧引起恶臭飘散到新店中永和附近的台北文山区也受到影响，居民真不满。恶臭一直到半暝才渐渐散去。侯友宜表示，第一时间协报调集环保局、消防局、教育局处理，要求尽速清除废弃物，一切拢在掌控中。整个火灾在昨天晚上都已经灭了，当然里面还有一些闷烧，我们今天早上都已经处理完毕。至于环保局的监测，在昨天晚上就已经恢复到空气品质的常态性。那都是密集的物品哦，所以闷烧很严重，所以你看2点就烧到今天早上嘞，臭味很重啊。侯友宜表示，空气品质已经恢复常态，现场无检测出戴奥辛，有望呼吁民众挂嘴暗，减少外出。为伫深溪的金宝公司可能空品无好，决定让员工伫厝上班。台南科技大学因为后来拢是臭味，宣布教职员提早伫11点下班。记者综合报道。有人讲做小味鲜、食白鲜的四手啊虾米鲜，用8公斤的苏丹红做36万外包有咸味的虾米鲜。台北市也有2间厂商有使用这苏丹红，拢要求爱落价。这批有问题原料拢是对中国来的，伫边境查验的时阵无甲因查落来，就需要讲会有关边境查验的强度。高雄露营食品厂区内底下顶文上的产品外包装写着芳香的香味鲜，公司是由完有伫出货。本公司使用该成分制造的商品是夏味鲜的香辣口味，规格有60、80、115克、300克这4种克数。那另外包含了组合包、综合包。批号的有效期限为今年的9月8号至10月2号。8公斤的苏丹红环境粉用伫制作芳香口味的香味鲜，露营食品系系列，不过强调对原料厂商严格监管，进回来原也符合标准规范，已经随对数回收了。高雄市继续追踪回收的情况，36万包芳香口味的香味鲜，到21早起回收9万2000外包，要2万外公斤的香味鲜来追踪回收。产品总计36万余包，共3万1200余公斤，已责令业者紧急通知下游下架回收。问题环球粉也流向台北市2处厂商，包含一间伫华贵、酱菜行、另外桃园市也新发现，过年前抽检的10件红环球粉的产品4件验出苏丹色素3号。其中2件甲现有资料无共配合，决定性有风险来回收。验过登录的资料，因发现这无合格环境粉源头来自中国，确实无伫边境查验时该查来。不合格的源头在中国边境呢，现在已经拉高到最高强度100%，逐批抽验合格才可以输入。那最后就是后市场已经输入进来的，跟卫生局合作。再去扫一遍。食药署清查，即摆来自中国无合格环境粉，对去年8月12到今年2月12期间，总计172批申请报验，24批无合格，已经对21间有违规记录的中国厂商暂停环境粉输入查验3个月，并且加边境查验，升关到上悬的程度。记者综合报道。
有民众正月初5去家己东少食这烘蚵仔，超过20个人食了到底，拢身体无爽快。当事人怀疑讲可能是一寡蚵仔无青，不过卫生局派人去稽查了后，认为业者无重大缺失，敢若实在无看惯尔，已经要求因限期改善。卫生局人员稽查这间店内灶骹，因为知道民众反映讲伫遮食饭有食汤青蚵仔，等于厝佫是腹肚疼落屎。民众伫咧面试讲到正月初5迄天，伫家己馆东洲食烘蚵仔食到饱，食到腹肚疼落屎。另外下面老位所在也有网友讲，拢是共到共一间店，食饭了后出现身体不爽快。我们就是情人节那一天早上都没有在一起，就只有集合到6点到烤科吃烤科，然后吃完之后就各自解散，也没有续台就回家了。那我们有什么东西会再吃一样的？然后怎么可能会一起集体拉肚子、腹泻、发烧，还吐，还挂急诊？我是觉得应该是他的东西不新鲜吧，应该是那个蚵仔中毒这样。加有超过20人，陆陆续续出现落吐瀉，规身躯酸痛才症状，甚至有人挂急诊住院。虽然因为讲店头实在无青，实体是无中毒，也毋过业者解释，人家可能因为叶仔青的甲熟的物件难得用，也是讲食过量，才引起这个胃肠无爽快情形。都会宣导跟他们说，麻烦就是蚵仔尽量要烤熟一点再吃。那也东西好吃，但是就是同样的东西吃太多过量，也会对你的肠胃造成负担。过年期间有1-2件的一个零星案件是有吃坏肚子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卫生局都有马上去做一个查核。可能食歹腹肚，这烘蚵仔店标出风波了后，利益是正常休假无营业。因为家己馆卫生局是派人来稽查，无发现重大缺失，只有实在无看惯这情况，已经要求限期来改善。也讲只敢若知道无几个个案通报身体无爽快，也无达到下令停业的标准。如果说是拉肚子的话，我们要考虑的是会不会是这个海鲜就不新鲜，没有清洗干净，造成上面的生菌数残留过多。那可能烤的时候也没有好好的消毒干净。屏东东港进前才发现讲，一间食到饱的青蛙店，食饭的民众敢若嘛是食物中毒，就家己当少有民众食烘蚵仔，敢若食出问题。就算详细原因也等待调查，不过医师也提醒，若是青蛙无烘熟、洗无清气，也搁放伤久，拢可能会产生这细菌也是毒素，这都千万唔通食。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三钱要去看黄色阿米亚展览到1个月之久，今仔日说是熊熊消风气。市政府表示讲，因为今仔日的风上过头，有6级的强风，致使规只鸭线位，才甲这灌气设备的电线串断去，才会开始消风。上紧今仔日就会当恢复啊。伊滚滚的黄色阿米亚大面积消风，面含身体拢冒落去，伫海面顶悬海来海去，互观光客惊一个。还没有看到呢，看到漏气了。政府讲，这是因为现场的瞬间风力超过6级，黄色阿米亚搁伫出海口直接受风，互顶的违规的线气影响到阿米亚的电力装置，高风机无法度充气，赶紧派人检修，尾暗嘛会当恢复。苓雅地区还有盐城地区一度的风力高达6级，也是接近所谓的轻度台风的等级。大家拢在烧黄色阿米亚，嘛有人坐船想要挖较近来欣赏。所有在地的观光船业者控诉讲，有游艇是疑似非法来招人客，即讲游艇无停伫正确的位，搁打一个人6包的广告，用包准抢合法业者的生意。停的位置也有问题，揽客也有问题，油港也有问题，但是都没有相关单位来做一个管理。鼓山鱼市场营运业者为了因应黄色小鸭热潮及农历春节年假，推出专案包船活动，提供民众搭乘体验，促进地方观光。高山鱼市场的营运团队回应讲，一切拢合法，只有包船载客无卖准票。市府是强调讲，展览期间用专案包船推广高雄观光是符合即卖的法规。主管机关交通部航港局嘛开始调查，看敢有违规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几天，这金门机场大忙大家真严重，真侪航班拢取消。就称名旅客留伫咧金门，有人是等几落工，讲话也开始歹声扫啊。今早起呢，搁在大忙5个航班取消。不过下晡有几落架无人机平安对金门飞到上山，真侪民众是等3天才有无人机位回来到台湾。我等了3天，
机场报道的柜台头前排甲落长，但无候补的民众情绪是真激动，因为8日开始金门因为起大雾，真侪航班互取消，一道日到伫金门的旅客所运未了，只好抱行李伫大厅等叫号。日中到进前阁起大雾，5个航班互取消。依照整个航班的一个起降的一个状况，来评估后面的加班机都是要按照现场还有今天航班的一个运作的情形来做滚动式的一个检讨。日本航空是紧急加开1架放大机型和3架普通机型，华信航空嘛加开1架普通机型。下晡伫松山机场，金门起飞的班机总算顺利降落，这台民众拢是等3天的飞行机才登来到台湾本岛。我原本前天回来嘛，前天下午都起雾都没飞。昨天也没飞，等到早上6点就去了。等3天，我们刷1000多号，那我们就是在那边空等啊，然后瞎等。同款受到大雾影响的，还有马祖航空站，想要登去马祖的民众伫上机大厅，有的坐有的徛，希望排到候补。等一整天啦，他是从前天开始补嘛，所以昨天跟今天都还没走啊。我们听天由命，没办法，没有的话明天继续嘛。金门港务处嘛，因为起大雾，中时发出小三通停航的公告。不过伫1点外钟了后，天气阁变好，阁宣布复航。港务处提醒讲，天气无稳定的时阵，港口会开关关，来往的旅客爱先去注意航班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正月15元宵，各地头拢无同款的风俗。台南除了有迎春牛放蜂仔炮以外，也有食这元宵圆的风俗。台南县华本新里里长就招社区时代来做古早味的元宵圆，甲这圆仔烧好圆，新的一年就当大赚钱。因过节甲糯米粉落去烂，就爱烂好焦匀，讲安尼食起来较 Q。这就是台南的元宵圆。彰化本省里里长兼这项元宵文化社团，这时代斗阵来做，这时代拢花头喜面讲，你做的这有满满的古早气味。不论是元宵圆，也是圆仔外形，拢同款是圆形的，主要差伫咧元宵圆内底有包鸭，咧包的时嘛有一寡美美角角。啊，就是爱烧圆。哦，袂使去破的，哦，爱叫圆满，传承这个元宵它的也重大的日子，而且每一年拢有，我就希望讲办这个活动，互是大人来遮手动动的。包好的元宵圆，再掺咸汤落去滚，好起来时，互人看甲嘴软擦擦地。是大讲家己做的特别好食，兼有文化意义。另外，正月15嘛号做上元楣，有人会摕元宵圆去拜天官大帝敬神，也是拜祖先的惯例。文书工作者讲，食元宵圆历史伫东条就记录，即阵时代改变，元宵圆色水掺鸭嘛变甲真多元。介早是白红圆，后来即摆因为受到北方文化影响，所以也有白圆，嘛白圆啦，而且包料，爱有鸭，爱有料就对了，这真趣味。这料吼，开始其实古早咧做的料，伫台湾比较是较偏伫即个甜的鸭。即摆也有做咸的鸭。台湾的民俗节气内底，元宵就是小过年，药味菜是元宵上流行的民俗活动。社区记者嘛传台语味菜，好时代因有热闹兼有过元宵的气氛。记者伫上台南采访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由美国、英国联合组成的国际执法行动，20宣布毁掉属金病毒勒必的基础设施，那接管这犯罪组织的设备网站，佫掠到2名嫌犯。这个属金病毒呢，这个属金的软体呢，今年1月，佫捌去攻击鸿海集团的经典公司，要甲因讨赎金。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20召开记者会，宣布联合各国执法组织展开的国际执法行动“克罗诺斯行动”，成功毁掉过去几冬来定定伫各国关键基础设施，发动骇客攻击的共钱软体勒必的基础设施。由美国 FBI 联邦调查局、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这个无共国家机构，加上其中协调的欧洲刑警组织，拢总11个执法组织决定合作展开合作克罗诺斯行动的计划，对勒必伫无共所在进行破坏。This is by far the biggest ransomware case coordinated by Europol. But our work is not over. It is now about helping the victims.
这个共治软体开始是伫2020年的正月出现，犯罪组织用3款的形式共治，除了用资料加密要泄露资料，才会方式威胁，还有DDoS分散服务阻断攻击。过去几档已经成功对全球2000多个机构甲企业共治得手超过1亿2000万的美金，差不多是代表37亿8千多万，包括美国航太企业波音、中国工商银行、日本的名古屋港、台积电的 IT 硬体供应商青浩，各台湾企业鸿海机械半导体公司静丁，拢是受害者。造成所有受害公司拢总损失数十亿美金。The criminals who use it hack into the victims' computer systems, steal or encrypt their data, demanding ransom and holding the victims hostage. They sometimes post highly sensitive, stolen data on a data leak site on the dark web. 暂时，克罗诺斯行动已经成功关闭全球34台伺服器，接管技术的基础设施，设备网站，冻结超过200个相关的加密货币小号，而且删除控制相关渗透小号达到14000个，佮逮捕2名检官。美国佮拘留2名勒币服务的联名伙伴，对2名强苗发动勒币攻击的俄罗斯人提起诉讼。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美国这礼拜5宣布，佮再一届要对罗西亚制裁，要求罗西亚为战争甲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死亡担起责任。另外，去年呢有1名反背的这个罗西亚飞行员，真正互发现讲伊死伫西班牙，而且伊的身躯顶放大骨肉枪，死亡过程使人怀疑。西班牙警方20公布，当地伫东海沿海沙丁主题区发现的一具遗体，幸运是俄罗斯半岛飞行员库兹米洛夫。遗体有6个枪击孔，搁互车辆靠过。警方一开始透过遗体上的证件，推测死者是乌克兰人。经过后续调查，才确认库兹米洛夫的身份。乌克兰方面也证实这项消息，也毋过无透露更较侪细节。库兹米洛夫去年使军用直升机搬到到乌克兰，目前也无清楚伊去西班牙的原因。另外一方面，针对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顶日伫北极角中雄死亡，除了欧盟几啊国调解俄国外交官，美国也敦促俄国公开确实死因，佮有计伫23宣布新一波对俄国的制裁，要求俄国为纳瓦尼的死，甲2年来对乌克兰战争行为负起责任。美国总统拜登更加将目标寄向俄国总统普廷，讲纳瓦尼的死是普廷甲伊的部队所做的。I told you we'd be announcing sanctions on Russia. We'll have a major package announced on Friday. 拜登的对手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前总统川普，讲纳瓦尼是勇敢的人，也毋过无应该登去俄罗斯。也毋过川普煞无像拜登，也是其他西方领导人同款谴责普廷。And frankly, probably would have been a lot better off staying away and talking from outside of the country as opposed to having to go back in. 俄乌战争下伫2月24满2周年，美国甲盟友自战争爆发到今，已经对俄国实施一系列制裁。目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当继续寻求纳瓦尼死亡的真相。公司新闻刘眼编译。世界卫生组织昨就提出警告，讲这出卖案件会愈来愈多。去年有超过30万例，平2012年增加要到8成。专家预估讲，今年年底进前呢，全球超过一半的国家拢是出卖的高风险区，恐惊有1亿4000多万的囡仔会去感染到。这位妈妈带3个月大查某囝，自8月会当预防出毛仔再来3合1疫苗。出毛仔有高度的传染性，一个出毛仔囡仔会当真简单喂予其他12至15个囡仔。Being at the playground at the moment and having a little boy and my baby being around the other children, and if she's not protected until she's had her vaccination. 世界卫生组织24警，全球出毛仔病例数增加，去年通报超过30.6万例，比2022年增加79%。79% increase in cases in 2023. We would anticipate an increase in deaths in 2023 as well. 英国最近爆发出毛仔疫情，今仔英格兰就通报有245个确诊病例，其中71%发生伫西米德兰地区，上界严重。伦敦是13%，虽然是零散的病例，也毋过卫生部门认为有潜在高风险。另外，儿童注疫苗需要比例达到95%才会当防止传染，也毋过英国注疫苗率煞无悬，
家长伤无用，对疫苗有疑虑，无意识到感染了后会有偌严重，拢是原因。It's not like having a cold or a cough. It can lead to really serious complications. So anywhere between 1 in 5 and 1 in 20 children can end up with complications such as pneumonia, so a serious infection of the lungs. 社会提醒，相信目前全球超过一半国家伫今年年底进前，拢是爆发出满疫情的一个风险区，估计大约有1.42亿儿童较会受感染。公司新闻为您编译。中国快艇进前伫咧金门海峡，唔互咱的海巡检查，说丙船有2个渔民死亡。今仔日是死者的头一发挥，家属无来遗体也无火化，是因为对检验结果有疑虑。救起来另外2位中国渔民登去厦门了后，讲因是去互台湾的海巡弄这丙船的。海巡署承认双方的船有相违，但是船顶头无装摄影的设备无法度录影，而且情形赶紧，未符收集证据。中国快艇挖解丙船事件2早起，并从业者就为2名死亡的中国渔民来做头七的发挥，两国家属其实拢无出现，讲也未看到咱方船顶这关的影像，对相验的结果有疑虑。家属还在做最后的决定，以人道关怀为优先其他的干扰因素我们都先暂时抛开。生还的2名渔民登去厦门了，接受访问，讲是互咱方的海巡船弄掉，才造成这个意外发生。我们自己船怎么可能翻掉？要开几张，万一转不翻不掉，要撞回才会翻掉了啊！冲一下，把我们顶翻掉了，我们就钻到水里面跑出来。4个人只有2个上岸。这2个人也都表示说，对海巡队的执法程序并没有意见。2个人伫咱方询问的5分笔录内底，拢不讲对这决定书无意见。不过海巡署承认，伫对级过程中，双方船失败为弄掉，而且新造的 CP 多功能艇因为所在较细，无安装艇外录影设备，海巡多年也未会提出器材来修正。海巡署 CP-1动5幺艇未配备全船监视系统，因该艘入船蛇形拒检逃逸，于 CP-1动5幺艇船首迂回航行，在高速追逐状态下，船身多次接触，船身易受海浪影响剧烈摇晃，同仁在高度专注维持平衡及准备强靠登检状态下，致该名负责搜证同仁未及拿取搜证器材进行搜证。由进前海巡署声明无讲到有小浪代志，互外界质疑稳重真相。对此，海委会主委关碧玲伫面册澄清，海巡署说明的方式是基于日常的经验，强调无稳重的理由。也来伊家己2天前捌讲过，本案受到第三人责任险的保障，也就是讲已经有证明有小浪。也来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伫日是民进党中常会报告最近金门厦门水系争端因应状况了后，民进党主席赖清德表达3点的态度，爱妥善处理。支持海巡坚定执法，嘛建议未来避免相关状况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金门快艇丙船死亡事件，互两岸局势愈来愈紧张。美国白宫和国务院拢表示支持台海和平，也呼吁大家爱冷静。咱的国防部是强调，国军未主动介入，也未甲冲突有关，但是有做好准备。另外，有军事部平台记录到，昨有中共的侦察舰出现伫咧苏澳外海，互咱的海军公布区里。中国快艇丙船造成2位死亡的事件也未煞，直到今夏邮轮阁遭到中国海警强制停船临检，两岸紧张的情势阁升悬。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2日虽然无愿意评论这件代志，但阁重申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美国国务院也呼吁各方自我克制，希望两岸进行有意义的对话。Yeah, we are closely monitoring Beijing's actions. We continue to urge restraint and no unilateral change to the status quo, which has preserved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roughout the region for decades. We urge the PRC to engage in meaningful dialogue with Taiwan to reduce the risk of miscalculation. 国际关心台海局势，中军是毋是升悬动作？国防部表示，无观察到异常的动作。对于金门事件，国军强调秉持无主动介入、无升悬冲突的原则。但是做好冲突支援的准备。目前咱方外离岛的兵力并无提升。那要求外岛防卫部及海军先行预拟可能的冲突态样及处置的方式，纳入平时的演练，做好冲突资源的准备。那另外，国军本着不直接介入、不升高冲突的原则，保持监控。若海巡有需求，依令实施应援。只是这一边军事混战又搁记录到有一台共军的电子侦察舰
20出现伫咧苏澳外海，想要创立咱24海里连接区，并且甲咱海军的归人级驱逐舰对峙，做到广播距离。国防部也公布侦测到中共的主副战机总共10台次，伫台海周边活动，其中飞过台海中线进入台湾西南也个东部空域的战机有6台次，包括1台次的中共直升机出现伫咧东部外海，国军运用任务机舰加华地飞弹严密的监控应处。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长韩国瑜今仔日接见日台交流协会代表，片上贺知用日记小照问也送春联。针对着调野上关心的，就是当时的当时案报告。韩国瑜表示，明仔载会召开调野协商，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23进行是安全案报告。陈建仁今仔日强调，已经做好专案报告的准备，政府对食安的问题，规年是袂休困的。用日语小照问博感情，立法院长韩国瑜甲副院长江启臣日接见日台交流协会代表，片山贺知韩国瑜比较接见 AIT 处长孙晓雅共款送荣耀吉庆春联，现场气氛真好。院长，明天是不是要召集党团协商？谢谢，明天会跟大家报告。好，谢谢大家。好，谢谢。交流内容，韩国瑜无加讲，也毋过针对行政院长陈建仁什么时阵会当进行食安专案报告，会阁召开调野协商，和行政院长陈建仁23进行专案报告。其实不只是这个瘦肉精事件，包括说还有鸡蛋的问题，包括还有挂羊头卖猪肉的问题。其实这一些都是国人所关注的。食品安全专报绝对需要用1天的时间专案报告，让行政院长好好的公开向国人说明清楚。那院长也愿意来这边报告，那中国国民党党团也支持我们的看法跟立场。那唯一有意见的，反而是民主进步党的党团。第一个该打大板的当然是民众党，他们恶意的为了自己的声量搞个人英雄主义，让协商破局了。如果不是这个协商破局，食安专报昨天已经上路。陈建仁表示，已经做好准备，提出食安报告，请民众放心，政府重视食安，规年无休困。共有884件的这一个猪肉的肉品呢，从中央也好，地方政府也好，或者是民间单位的检验也好，都没有测到包括西布特罗在内的这一瘦肉精哈，所以是相当安全的。食药署也召开3码钟专家会议，有14位专家出席，其中13位是食药署相关主计会成员，加行政院食安办主任科副，严国科副黄志奇、救援兼裁判。食药署回应科副与专家成员参与讨论，会议结果会由行政院食安办3月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民总统主席郭文哲正在咧选总统的时阵，互人指控伊伫咧新德市有一块农地违规摕来做停车场趁钱。新德市政府要求限期改善，恢复农地农用。若去互发现讲挖出来废土到大拢无处理，引起各界质疑。面对这个质疑，郭文哲回应讲，一定伫咧时间内处理好势。停车场挖出来土，同款搁放伫现场，边仔搁看到有个所在已经发草出来啊。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去年底予新德市府发公文，要求限期改善，恢复农地农用。到今已经过3个月时间，民进党议员质疑，到底当时才完成改善？当时候柯文哲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而且会依照相关的规定尽速拆除这个恢复农用。那至今已经3个多月过去了，那现在的农地拆除工程根本不到1/3，一再的拖延时间。面对质疑，柯文哲冇亲身回应，一定会在时间内处理好势。处理废弃土要申请什么证照啊？再就过年了，过年大家要停摆了，我一定会处理的，在时间内一定会把它处理掉。这个礼拜就能够把这些其他的剩余的细节流程都跑完之后，能够顺利把废土给弃置，然后再把地面上50公分的这些柏油跟那个废料渣都能够清除完毕之后，我们就会已经采买好新的农土，整地完成就会申请新竹市政府再来会勘。
帮忙处理土地的民众党新德市主委李国忠表示，已经向相关单位提出宽限的申请。新德市政府也讲已经有收到申请。土地所有权人已经在今年的2月17号申请改善期限的展延。如果农业用地未依法做农业使用，那我们将依农业发展条例第69条的规定，通知地政单位依区域计划法来处理。李国忠也表示，高文德有打算把土地卖掉，目前也传出有人想要买，然后卖出去假赚的钱，卖捐出来做公益。希望这个争议赶紧结束。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台北士林地方法院法官蔡明宏，向指控性骚扰查某法官含书记官，目前由司法院的人事审议委员会伫咧处理，昨有进行约谈。虽然蔡明宏唔承认性骚扰，不过审议委员认为伊的行为应该爱受到懲戒，所以移送监察院审查。监察院也会调查法院等机关敢有违法的所在。请写做家己一个出现伫司法院士林地院法官蔡明宏，防指控10多年前涉嫌性骚查某书记官。虽然法官评鉴委员会顶伫决议不负顶界，也毋过司法院有无共意见，提交人事审议委员会了后，20请伊到场陈述意见。我还是坚持我一贯的说法，我没有对他有任何的骚扰行为，而且这个是96年前的旧案。面对指控，蔡明宏法官讲，只是伊涉及的性骚案件，那是这一件，今麦更加压出也有其他4名受害者。这个部分是不是他们用制造集体的力量来进行性骚扰的指控，比较方便成立他们的指控？这个部分我会提出来说明。检法官一直否认有骚扰的行动，也毋过司法院人审会讨论了后，认定伊的行为应该受顶戒，移送监察院审查。那人审会已经做成决议，认定蔡法官确实有受惩戒的必要，将之移送监察院审查。除了这件防指控对书记官强奸妄刑砍的旧案，1年外前，蔡明宏也涉嫌不当去卡查某法官的身体。2件案件检方去年底起诉，其中女法官案公布伫顶届法院审理，这摆的书记官案伫司法院出手进前，监察院早已经介入调查。我的重点是说，如果他是确定是一个惯犯，那机关知不知道？我现在讲不只是书记官的部分哦，如果知道而不积极处理，导致111年的法官受害，中间他们的责任不就大了吗？20早起，蔡明宏才到司法院说明，迄天下昼监察院就找伊约询，那是调查涉案法官，监委也要厘清所属的法院等机关，敢是也涉及违法。记者综合报道。2月之1是世界无机日，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也伫咧无机日一天，针对国家基建政策发表3大面向，表示讲伊上任头一步就会推动成立国家基建研究发展中心。另外，最近高雄钦天的台语发音伫网络顶头查卡正热，无机团体今仔就开记者会，要求政府爱甲大众运输真济读唔到的站名、地名的无机发音全面清查，做一个修改。天天，敢有这困难？天天，接讲就免操烦。 2月2日是世界无机日，无机团体为勤提总观，互大家了解未晓讲的台语词，接讲就听有。最近高雄捷运因为勤提这2字的报音用华语称过，引起侪讨论。经过民间的争取，捷运公司总算答应要用台语客语的版本。不过，也有侪大众沟通的报音，定会甲站名讲唔对。无机团体要求应该爱全面清查改正。 应该拢爱去清查这个有关这个大众交通工具运输的这个广播放送这方面名词对台语来讲，就是咱的台语的主体性，就是所有的这个路名站名应该爱以台语名词名称来报送而且爱在地化。 根据行政院2020年的普查，就会发现女少年的讲华语的比例就愈悬，14岁以下讲华语的占超过90%，语言的都用性愈来愈低。民间团体嘛提出语言册地概念，认为各级政府伫咧公共场所，愈应该爱有语言学诊的观念，嘛通互无语家庭有教囡仔新语词的机会。
迄个母语的消息，敢若野生动物的灭绝共款，就是伊的栖地、栖地吼，伊生存的栖地，面临破碎，破碎甲劣化。那是政府会当照顾到所有会当用台语过生活即个族群，吼咱就会当甲囡仔讲，其实一个语言会当对即个时代行，会当吸收新的物件入来，用台语做表达。另外，选调后一任总统的赖清德，无日即天嘛有伫面册针对国家语言政策发表3大面向。伊表示，上任第一步要成立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专责规划国家语言的传承和发展。第二步会健全国家语言的教育资源。第三，伊会营造多元语言的优先环境，而且会对公部门做起正面回应早起无语团体记者会的诉求。记者卢尚如、郑俊佑、林旭凯台北报道。教育部也伫今仔日母语节举办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的颁奖典礼，甲终身奉献奖颁发予为台语拍拼的周清菊和台湾的歌戏国宝杨丽花。另外，还有7个个人奖、3组团体奖。教育部颁奖感念这寡先进为本土语言拍拼传承。大家恭喜咱台语界先摆，一世人拢咧吹送咱的母语传承。以前为台语拍拼周清菊，也佮有甲一世人奉献予歌戏的杨丽花，伫咧世界母语日上台领本土语言终身奉献奖。其中，前中华馆馆长周清菊30年来专心推广台语和栽培人才，佮伫2018年成立全国第一个台语文创艺园区。伊嘛呼吁国家语言政策袂当干那注重中文英语，一定爱完整包括各族群的母语。就是本国国家语言发展中心。一定爱赶紧来设立，这个紧设立了，才有可能全本融合各方面、各种拢来做伙来推动。连贯歌戏界一粒一的传奇小生杨丽花是台湾人的共同记忆。杨丽花表示，台语是伊正出世公教台的语言，伊希望歌戏会当继续传承台语，用台语来传达祖先的智慧和台湾文化。我是台湾囡仔出世的，拢讲台语。演台湾文化的歌戏，这是我应该做的职务啦。但是这么遮水的文化，咱应该是台湾人应该爱来保护的责任。大家应该做阵来看歌戏学台语，互咱台湾的文化传万年。谢谢。另外，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也有7个个人奖和3组团体奖。台语、客语和原住民语的代表拢有。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希望透过颁奖，予愈侪人认捌为母语贡献的人。我相信在座所有得奖的团体甲个人，迄是拢用一世人的生命对这个工作一直来努力来奉献。就是感觉看到这个语言都要消失去啊，若无用力，我想后一代都根本都唔知影，咱要看的，要听的这语言啊。自111学年度开始，本土语言课程伫高中、高中变做必修课。潘文忠表示，这是透过前辈的拍拼20几档才总算实现。伊希望继续推动母语，正做少年家日常的语言，互母语传承落去。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今仔日是世界母语日，这高雄有19间的学校做伙办母语节的活动。有的学生是人家的翁仔，有的表演客家八音，也有学校利用游戏拍通关，互学生囡仔互相认捌无同款的母语。今仔日天气真正有够好，不过无啥物趣味的代志发生。学生用几张线就当人家的翁仔，佮有台语的配音，翁仔拢活跳跳。家的翁仔是阿联国中特色社团。伫世界母语日即天，学生展现因学习的成果。伫高雄美术馆真是真热闹，现场佮有各种无同学校的单位，有台语的布袋戏、客家的八音音乐、原住民的母语介绍等等，互学生接触无同的母语，互相交流。家的翁仔就是有16条线，很难的可能有30几条。人弹吉他，阿哥跳舞，阿哥用艺术去表演。
高雄市毋但是台语人口上侪城市，客家、新住民甲原住民的人口嘛袂少。今年是疫情过后，高雄市第一摆举办世界母鸡节活动，用耍游戏的方式来展现出母鸡的特色。囡仔伫过关的过程中，互相认识母鸡语言，现场也安排台语、客语、原民歌谣轮流演出，场面是热烈趣味。我接触不同的母语，就是让我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更有意义。咱有迄个表演，啊嘛有迄个来互咱学生啊，伊的社团的学习的学习的这个成果来互大家了解吼。为着推广母鸡，高雄市学校每礼拜会伫其中一天定为母鸡日，鼓励学生使用母鸡，毋望各个族群之间会当互相包容欣赏。记者张义辉、邱朝阳高雄报道。台湾对2017年开始实行流浪动物全面收容的政策，却因为认养的人伤过少，各地头的收容空间也拢无够。亲像彰化县有上万只流浪狗，却只有一个公立的收容中心尔，敢若会当收容230只狗仔。就算增加空间，动物防疫所也破皮讲，空间是有关无够的。伫狗笼仔内底，一只一只的狗仔，拢是咧等待有缘人来认养的流浪狗。根据统计，彰化县内大约有13000多只流浪狗，但是只有一个公立的收容所，内底敢若当收230只狗仔，目前使用率已经88%。伫全国来讲吼，大部分的县市拢有无够这个现象啦吼，啊，甚至有几个县市已经超过100%的收容量吼。但是这个零扑杀的这政策以后吼，在收容所其实佫较哪去拢无够啦吼，所以上重要就是讲，咱要对源头管理，甲做这个狗的结扎节育的工作。为着解决流浪狗收容的问题，去年底彰化县政府参中央以及有意愿起动物收容所的乡镇做伙开会。目前彰化市公所伫139县道有找到一块3公顷外的土地，希望起一个多功能的收容所。阮的机关嘛已经有规划4-5年，但是碍于我们没有经费，所以我想合作中央、甲县政府、甲彰化市公所要安怎合作啊？阮愿意贡献一点小小的心力，流浪狗的问题当解决。那真的是空间不足啦。如果说有一个地方的话，可以多收容一些那个流浪狗，真的是比较好啦。彰化动物防疫所表示，真欢喜彰化市公所有意愿要来起收容所，等待市公所提出评估计划了后，会协助向中央申请经费。目前伫园林的公立收容所有新申请增加收容的数量，未来会当为即马收容230只增加到450只。不过动物防疫所嘛坦白讲，就算有增加，空间也是无够。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嘉义在地艺术节草草戏剧节，今年行到打是第16届，是以长青春做主题。这摆主办单位也要甲这草草戏剧节做16回当大人，除了家里文化导览、工作坊等多元内容，佮串联其他乡镇扩大举办范围，要互更较侪人接触到来自嘉义的艺术力量。台语乐团曾卡人当咧表演的歌曲是以嘉义民雄火烧庄为创作原型的回响，配合演出的是嘉义在地剧团阮剧团。嘉义在地草草戏剧节行过16档，今年的主题是长青春，也要为这个戏剧节做16。咱伫南部，咱讲到16岁，你就想到咱南部的做16嘛。过去伊是足小小型的一个艺术节，啊，今年透过因为我嘛邀请外部的策展人。啊，甲在地遮的好朋友，大家要甲这个艺术节更好、更加精彩。过去草草戏剧节是由阮剧团规划举办，今年改以双7点人的方式扩大举办。除了有戏剧表演，更有多元的活动甲文化体验，甚至嘛串联其他的地区做阵举办。这个就是除了戏剧以外，更有足侪无共款的活动伫内底，所以像讲更有导览，在地导览。而且我这个甲展区除了表演艺术中心以外嘛，是去民雄的各个无共款的场馆，所以嘛有透过导览，或是透过工作坊、讲座等等无共款的行动，去让草草戏剧节更加丰富。嘉义的艺文人口说，尤其是嘉义县，其实那个
幅度落差其实还蛮大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有城乡差距这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要落实文化平权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透过巡回演出的方式，让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能够接触我们嘉义在地的剧团。做16岁要当大人的草草戏剧节，即摆以成长甲迷惘、小讲甲平凡、甜蜜甲苦痛一寡青春期少年人会拄着的情绪来规划展区。为3月中开始，要以多元化的内容甲在地的艺术，参来自各地民众伴暖交陪。记者郭文霞、桂林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8度到23度，苗栗到云林对18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对19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25度。下个未来3天气象。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